怪手才无用到再温废弃的蚵仔壳，无讲你毋知，前几工是安尼。满山的蚵仔壳堆到外口，架路太好调。毋那如此，这个所在日头拍无着，加上前一站落大雨，臭味好腥，互人的观感真无好。也毋过附近居民早着惯势咯。影响无足大，已经惯势啊。但是你即摆来讲，地方上伊就打一个对市场来尔。倒里内底迄种乌白做的啊，迄个烂伊啊。经过了解，这是市府农业局为着处理蚵仔壳问题，伫四处所设置的蚵仔壳占地示范区，面积有3580平方公尺。最近蚵仔丰收，可能是空间伤细，致使蚵农着甲蚵仔壳一直往外口弹。阮最近咧凊我拢照规矩去倒淡迄个所在安尼啊，尽量共倒就好啦，较无倒啊一条路我拢袂行去啦。居民朋友吼，即个蚵仔壳吼，伫在的时阵会记得，甲载入去安尼迄个展示区内底，蚵仔壳入来以后，医生爱甲拍一头，拍甲剩伊的水分减少至8%以上的部分吼，因后壁的迄个，才会去再造。农业局伫去年办理蚵仔壳标售工课，以每一栋200块的计价，互得标厂商。这蚵仔壳拢会先拍好干，搁交由相关材料厂制成蚵仔壳粉，做成各式商品。最近厂商会积极来清除，嘛会讨论伫道路头前设置围闸。台南新闻出发采访报道。